台湾头一个专门咧收集食物标本的所在，就是台北食物园蜡叶馆，已经有100档的历史啊。即阵林试所就举办10天的文物特展，叫大家做伙来了解食物学家对收集到做出标本的过程。 红砖仔头，敢若2层高的古厝，一定有100档的历史啊！这是1924年日本时代起的蜡叶馆，嘛是台湾第一座收集植物标本的重要场馆。这标本馆啊，是日本时代1924年1924年成立了。啊，今年拄好100档。啊，这是咱台湾历史上久的迄个食物标本馆，嘛是台湾目前出典藏最多量的标本馆。 纸房啊、叶啊、坎镜，整齐摆伫咧办公桌顶面。这满满的器材、册本，拢是蜡叶馆。伫食物学家廖立根教授过身了后所保留落来文物，毋但是有保存教授在生的物件，现场阁有济对1924年保存到当的文物。蜡叶馆举办为期10天的文物展览，招大小朋友斗阵来认捌。高志金老师一起带森林迄个台大森林系的老师。 啊，伊较早伫阮遮做工课过，伊有留一寡咱遮的历史，所以咱伫迄个伊过身了后代有关一寡伊较早研究有关的代志。 1924年蜡叶馆创立时，内底总共有3万件的标本。如今林试所一定收集到50万件的植物标本。为着要增加更较侪植物标本，林试所嘛鼓励对植物标本有兴趣的朋友，会当写 mail 甲标本馆，都有机会通甲研究员斗阵做研究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